橫琴啲住宅咧，舊年仲要5萬幾蚊平方嘅，依家只需要2.5萬啊！而且咧仲有準現樓喎，出邊咧就係江邊啦，仲喺呢個花海長廊呢邊，樓下咧係非常之多人喺呢度露營度假嘅，住喺呢度咧就好似日日喺度度假咁樣啊！依家咧嚟到樣板間啦，呢個咧係99平方嘅，都非常之實用。客廳咧就做咗橫廳設計，出邊就睇正呢條江啦，樓下就係花海長廊，呢度度假真係一流啊，包埋裝修喎。你睇下呢個廚房咧都唔細噶，有埋個露台喎。呢一個戶型咧，我最中意佢就係露台係非常之多，而且咧呢個採光咧都係相當光猛嘅。呢度如果你去到港珠澳大橋關口咧，20零分鐘。去翻橫琴關口咧，10零分鐘就到噶啦。依家咧單價先2萬幾蚊平方，橫琴咧之前係從嚟冇試過買呢個價嘅，起碼都要5萬蚊一平方起噶。咁呢個主人房咧亦都係做翻套間設計啦。呢個咧已經起好晒，現樓即買即住嘅。如果有興趣，打下留言發詳細資料俾你。